这届这个崩山湖的水灌落来，江湖乡灾情惨重。屏东县政府消防局昨尾暗暝紧急调派到搜救人员去支援，把这个老大人挨出来，把囡仔囝抱出来。到早起的8点为止，总共协助32位的民众撤离到收容所。 找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门牌。先找一下，看门在哪里，门旁边。厝户因家敢若看到厝边顶，搜救人员收水过去，大呼清早，抢时间要救人。弟弟不要怕，马上就带你出去。这里像凌晨，也个真惊吓的2岁囡仔，搜救人员甲护理一直甲安踏，先甲伊送去安全的所在。掉伫咧厝内时大，总算互救出来，涂骹拢是6公枚，搜救人员真细腻，甲人挨出来。现在是9点56、57了吧？ 这是现况。花莲县马大安溪崩山湖昨下晡应楼大水淹入江湖乡，造成严重灾情。屏东县消防局昨尾暗随紧急调派特殊大队甲第1大队，拢总8台车、7架船、23个人来到花莲，随展开搜救行动。到今日早起8点，拢总协助17个所在32个民众撤离到收容所。搜救人员拼命工咧做搜救，民众伫咧处理记录画面。他们还在走。 哎呀哎呀！天拢暗嘛，不过街仔落的溪水也是真错流。搜救人员行水路咧抢救，人摊起豆豆啊行，逐步拢真细腻。大水甲家园淹掉，有民众联络袂到。上百个各地警义消全面投入救援，进入灾区，甲时间咧逼紧，敢若希望会当量早甲掉伫内底受伤的民众救出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